一脉相承罗氏魂，万里归乡续亲情。今晚100多位从世界各地赶回来的罗氏宗亲，将在酒店围坐一堂。从大洋彼岸的航班到装满家乡味的餐桌，每一步路、每一道菜都藏着对罗氏2字的牵挂。作为罗氏子弟，我盼着这场聚很久了，想听听长辈们讲海外念着祠堂的故事，想把家里一切都好的消息说给每一位宗亲听。作为本地文旅宣传大使，更想借着制作日饭，让大家先尝尝家乡的味道，明天再一起走回出主身边，把这份血脉亲情续得更紧。这顿饭不是简单的聚餐，是明天祭祖的团圆预演。这些笑脸不只是宗亲相见的欢喜，更是罗氏家族跟在一起、心在一起的模样。今晚我们先以饭为盟，续尽乡愁，明天再共赴祖地，敬主尘封。775年的岁月流转，挡不住血脉的深情呼唤。跨越山海的万里归途，只为赴一场与先祖的约定。今日上百位罗氏华侨宗亲齐聚滩南，在罗安宫诞辰祭拜大典上，敬香祈福，追忆祖德。每一缕香火都承载着对先祖的敬仰，每一次拱手都凝聚着罗氏子孙的同心。大典的圆满落幕，温情仍在延续。今晚的欢顺聚餐，灯火可亲，笑语盈盈。酒杯相碰间，是乡愁的倾诉，是亲情的交融。闲话家常里，是对故土的眷恋，是对宗族的认同。罗氏一脉，血浓于水，祖地滩南，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愿此聚之后，情谊不散，联系不断。常回家看看，看看主持的青砖黛瓦，听听乡亲的温暖熟悉，让罗氏的团结之光在代代相传中愈发璀璨。